以科普知识解析常识爆红的知名 YouTube 理科太太陈映彤，人红是非跟着来。日前她被网友起底是化妆品公司富二代，更被质疑创业故事膨风，遭部落客与作家接连抨击。昨天23日，部落客广告小妹在发文揭露理科太太膨风的内幕，并回呛灌爆她私讯的酸民莫名其妙。广告小妹昨天发文表示自己从来没有看不起富二代过，人家命好，那是她的本事。她也认为理科太太的有机影片中有误导民众的内容是可以包容的事情，毕竟讲错话在所难免。但他直言，今天争议点并不在有机影片，也不在家里有钱，而是理科太太的创业故事有膨风的嫌疑。据悉，理科太太的出道是因为拥有超过20万人追踪的图文作家大力替她分享影片，带来大量新粉丝追踪，网络人气才会快速窜升。广告小妹表示，插画是怎么描述她的？智商170，年仅20几岁就在洛杉矶凭一己之力创立了国际品牌。之前我与大家一样，认为话是大力说的，不是他本人说的，但一想，大力没事讲他智商多少干嘛？还不是他自己跟大力提及，大力画出来。广告小妹还提到，理科太太和大力的相识是源自2015年的一场书展。她直指大力对她的过去了解不多，什么凭着一己之力，是谁告诉她的？你们自己细想便是。广告小妹坦言，每个品牌的崛起都要有点噱头，矽谷年轻创业家比娘家产品在包装上是好听多了。她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我可以理解。广告小妹坦言，虽然自己不爱看理科太太的影片，却乐见有她的存在，让女性 YouTube 多元化。但因为说出理科太太创业膨风的内幕，遭到网友灌爆私讯，让广告小妹非常不满。她反呛握有资源是本事，善用资源是能力，懂得包装叫做不浪费资源。我反感的是包装不小心被拆掉，粉丝却骂拆包装的人。何况我还没拆就被骂，莫名其妙。